大家成日話香港人最緊要快、靚、正，自從兩餸飯逆市崛起之後，真係全香港周街都係，由收工買一盒返屋企加餸，到寫字樓返工放 lunch， 兩餸飯簡直變咗我哋嘅新一代國民美食。尤其是嗰間開到周街都係，日日排長龍嘅權發兩餸飯，見到佢嗰個大大個招牌，門口啲餸色香味俱全，生炒骨啖啖肉，蒸水蛋滑到好似豆腐咁，真係見到都流口水。但係你又有冇諗過，喺呢個日日賣幾千盒，前面光鮮亮麗排晒長龍嘅背後，後巷嗰個真相同埋佢哋嘅製作過程，竟然可以用地獄級黑心工場嚟形容。當你日日攤平，以為用30幾40蚊就買到三餸飯、四餸飯係賺咗嘅時候，隨時你已經將一堆喺臭水入面浸過嘅凍肉，喺垃圾桶隔離醃製嘅食材吞埋落肚，食壞腸胃都只係邊緣事，分分鐘連命都經不教咁俾人威脅緊。今日我就帶大家直接衝擊呢個咁恐怖嘅權發兩餸飯地獄現場，揭開呢個香港人最中意排隊嘅兩餸飯神話背後，到底隱藏住幾多令人作嘔嘅黑幕。其實我自己平時都好中意食兩餸飯，事關依家喺香港出街食餐飯，求其去間茶餐廳都話要60-70蚊，如果去叫個小菜更加要百幾蚊。所以好似權發呢類標榜大件夾抵食、鑊氣夠，而且餸菜款式多到數唔到嘅鋪頭，真係好多基層市民同埋打工仔嘅恩物。每逢到咗下晝5點6點，你行過去佢哋求其一間分店，門口條人龍長到好似排隊買演唱會飛咁，排到條街轉角都未排完。好多阿伯阿嬸，甚至着住西裝嘅中環白領，都甘願喺條街度吹住熱風，等足20-30個字，就係為咗嗰盒熱辣辣用嚟填飽肚嘅兩餸飯。看過去嗰個透明玻璃櫃入面，阿姐不送不到好似洗本咁，一大隻咖喱雞，一大隻黑椒薯仔牛柳粒，望落去真係覺得性價比高到不得了，簡直係香港人嘅窮人救星。不過俗語都有話，便宜莫貪，天底下邊度有咁大隻蛤乸隨街挑？一間鋪頭可以喺咁貴租嘅香港，用咁平嘅價錢賣咁大份量嘅肉類同海鮮，如果唔係喺食材來源或者加工環境度將成本壓到最低，佢哋到底憑咩可以賺到盆滿缽滿，仲可以一間接一間咁開分店？有冇人真正諗過，呢啲每日要供應成千上萬人食用嘅肉類，到底是點樣運過嚟？又係喺一個點樣嘅環境下面進行解凍、清洗同埋醃製？當你行入去佢哋光鮮嘅鋪面後面，穿過嗰條窄一窄嘅走廊，行到去平日根本唔會有食客行過去嘅後巷或者廚房後門，你就會發現一個同前面天堂般嘅熱鬧完全相反嘅地獄世界。有街坊同埋喺附近返工嘅目擊者就爆料，仲影到一啲非常之震撼嘅相片同片段。就在前幾日，有市民喺權發某間大分店嘅後巷，直擊到佢哋處理凍肉嘅恐怖過程。大家都知香港嘅後巷環境有幾咁惡劣，平時唔單止有老鼠周街走，仲有大隻到好似隻貓咁嘅小強喺度爬，而且地面長期都積聚住一堆由唔同餐廳排過出嚟，發出陣陣惡臭嘅廚餘污水。但係權發嘅員工竟然直接將幾十箱由外地進口、用發泡膠盒裝住嘅急凍豬扒、雞翼同埋牛肉，就咁一沓沓擔堆晒喺條充滿污水嘅後巷度。更令人毛骨悚然嘅係，佢哋為咗加快解凍嘅速度，竟然唔係用合乎衛生嘅冷藏庫或者室內流水解凍，而係將一塊塊仲結住冰嘅凍肉直接掉進去一個放置喺後巷連蓋都冇蓋好嘅大膠桶入面，然後接一條水喉由得啲生水喺度沖。你可以想象一下嗰個畫面，一邊係後巷地下發黑發臭，仲浸住煙頭同埋垃圾嘅污水，而另一邊就係嗰個用嚟裝住大家等陣間要食落肚嘅凍肉膠桶。因為水喉啲水不斷沖出嚟，啲水花四處飛濺，將地面上那些混雜咗化學洗潔精、污泥同埋老鼠屎尿嘅臭水，全部反彈返入去個凍肉桶入面。啲凍肉就咁喺呢個充滿細菌同埋病毒嘅惡臭環境下面，浸咗足足2-3個鐘頭。甚至有員工喺旁邊食煙，食完嘅煙灰就順手彈埋落去個桶附近，甚至連煙頭都差點掉入去。呢啲凍肉在未煮熟之前，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型嘅細菌溫床。難怪有好多街坊話，每次行過佢哋後巷，
都聞到一股好似死老鼠咁嘅死肉臭味。原來呢啲就係我哋平時讚不絕口，覺得好有鑊氣嘅兩餸飯食材。如果淨係浸臭水都未夠震撼，咁接住落嚟嘅呢個畫面，真係會令人連尋晚食過嘅飯都嘔埋出來。解凍完之後嘅肉類需要進行醃製，即係加生粉、豉油、糖同埋各種化學鬆肉粉，等啲肉質望落去滑啲，食落去好似好新鮮咁。一般正常嘅食肆，呢啲程序都必須要喺廚房入面嘅不鏽鋼工作台上面做，但係權發嘅後廚空間實在太細，根本應付唔到咁龐大嘅生意額，於是佢哋就將主意打到去後巷嘅垃圾桶身上。目擊者影到幾個大膠桶入面裝滿咗密密麻麻已經解凍完嘅生肉，就咁直接擺喺兩個食物環境衛生署規格嘅大型黑色垃圾桶旁邊。嗰兩個垃圾桶入面裝滿咗當日鋪頭產生嘅各種廚餘、爛菜同埋海鮮內臟，在香港30幾度嘅高溫炎熱天氣下面，垃圾桶入面嘅嘢一早已經腐爛發臭，成群黑色的烏蠅喺上面嗡嗡叫，不斷喺垃圾桶同埋生肉之間飛嚟飛去。而權發嘅廚工就戴住一對已經用落好污糟、發黑嘅手套，就喺呢個垃圾桶隔籬，將一包包嘅化學化粉倒入去個生肉桶度，用雙手不斷咁攪拌。在攪拌嘅過程當中，因為動作太大，有啲生肉甚至跌咗出嚟，跌到去後巷個地下度。你估個員工會點做？佢竟然好似冇事發生過咁，順手執返起嗰塊沾滿咗後巷地下污泥同老鼠屎嘅生肉，直接又掉返入去個醃肉桶入面繼續撈。見到呢幕，真係令人感到極度作嘔。大家平時食緊嘅咕嚕肉、生炒骨，酸酸甜甜好開胃，你以為係師傅調味調得好，但其實背後可能係用咗極重口味嘅茄汁同埋山楂，去掩蓋住呢啲生肉本身已經擺喺垃圾桶隔籬，沾染咗細菌同埋酸臭嘅味道。好多人可能會話：香港出街食嘢係咁㗎啦，眼不見為乾淨，何況啲肉最後都經過大火爆炒或者高溫油炸，乜嘢細菌都死晒啦，怕咩啫？如果你真係咁諗，咁就真係太過天真，而且係低估咗呢種黑心衛生環境對身體所造成嘅嚴重傷害。冇錯，高溫係可以殺死大部分嘅活細菌，但係細菌喺呢種惡劣、充滿廚餘臭水嘅環境下面大量繁殖嘅時候，佢哋會產生一種叫做內毒素或者外毒素嘅化學物質。呢啲毒素係非常之耐熱嘅，就算你用攝氏100度嘅沸水煮佢，或者用幾百度嘅油去炸佢，呢啲毒素都依然會存在喺嚿肉入面，根本唔會被破壞。當你將呢啲含有大量細菌毒素嘅兩餸飯食落肚，短時間之內，你嘅腸胃就會頂唔順。輕則你可能會突然之間肚子痛、肚瀉，或者嘔到七彩，即係我哋俗稱嘅急性食物中毒。好多打工仔返下工，無端端要去幾次廁所，仲以為係自己飲咗凍飲中招，其實根本就係因為食咗呢啲不潔嘅兩餸飯。而如果嚴重得滯，好似一啲年紀比較大嘅老人家，或者本身免疫力比較弱嘅小童，如果食咗呢啲沾染咗沙門氏菌、大腸桿菌或者金黃葡萄球菌嘅黑心肉，隨時會引發敗血症或者急性腎衰竭，真係一隻腳踏咗入鬼門關。為咗慳嗰10零20蚊，走去冒咁大嘅生命危險，你話到底值唔值得？而且我哋仲要睇埋佢哋用嚟炸呢啲肉嘅油。權發最出名嘅餸菜，好多都係要經過大量油炸嘅，例如炸雞翼、椒鹽豬扒、生炒骨等等。要維持咁平嘅售價，佢哋絕對唔可能日日換新油。有去過佢哋廚房後門睇過嘅人就知道，佢哋嗰個炸爐入面嘅油已經黑到好似汽車嘅行車機油咁，黏稠而且發出陣陣燶味。呢啲油俾人重複又重複咁加熱，用咗唔知幾多次，入面含有嘅致癌物質、游離基同埋反式脂肪已經超標到一個天文數字。當呢啲本身就已經擺喺垃圾桶隔離醃製、沾滿細菌嘅肉類，再放落去呢啲萬年油入面炸到金黃酥脆，雖然外表望落去好吸引，聞落去好香，但其實根本就係一件不折不扣嘅毒物。你日日食佢，等於日日塞緊自己嘅血管，同時將大量嘅致癌物質送入去自己個胃度，長遠來講對健康嘅破壞真係不可估量。
最令人覺得諷刺嘅係，香港嘅食物環境衛生署日日都話有去巡查，有去監管，但係點解好似權發呢類咁大型、咁出名嘅連鎖兩餸飯鋪頭，依然可以明目張膽咁喺後巷進行呢啲地獄級嘅食物加工？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哋永遠都只係在食環署執法人員嚟到嘅時候，先至做一做大戲，將所有嘢收返入去。而當執法人員一走，或者在清晨、深夜呢啲執法漏洞嘅時間，佢哋就故態復萌，繼續將後巷當成佢哋嘅私人大型廚房。因為對佢哋來講，生意額實在太高，如果每一樣嘢都要跟足最高規格嘅衛生標準嚟做，佢哋嘅廚房面積要擴大幾倍，出菜嘅速度會慢幾倍，甚至連請多幾個員工執衫清洗嘅成本都會大幅上升。在利益大過天嘅商業社會入面，市民嘅健康往往就成為咗呢啲黑心商家為咗賺盡每一分每一毫而犧牲嘅代價。我哋作為消費者，真係唔好再俾嗰個排長龍嘅假象，同埋表面上好似好平、好大份嘅包裝呃到。每次見到咁多人排隊，我哋往往會有一種盲從嘅心理，覺得咁多人排實冇死啦，實好食啦，實新鮮啦。但其實好多時，排隊嘅人只係同你一樣，被佢哋高調嘅宣傳同埋便宜嘅價錢所吸引。當你真正理解到佢哋背後嘅運作模式，知道你口中咬緊嘅嗰嚿排骨，幾百個鐘頭之前可能仲喺後巷嘅臭水桶入面同老鼠污水做緊親密接觸，你知道你覺得好野味嘅汁料，其實係用嚟掩蓋生肉擺喺垃圾桶旁邊所感染嘅酸臭味，你仲敢唔敢將呢啖飯吞落肚？呢個故事亦都反映出依家香港社會嘅一個悲哀。經濟唔好，市民人工唔加，但係物價就一日比一日貴，逼到好多人不得不將生活要求降到最低，日日都要為咗一餐半餐去計到盡，最後無奈選擇咗呢啲平價嘅兩餸飯。但係我哋在慳錢嘅同時，真係要認真諗下，健康先至係我哋最大嘅資產。如果你為咗一日慳嗰30蚊，最後食到要入醫院，要睇醫生，甚至要買藥食，嗰度所花費嘅金錢同埋精神，絕對係你慳返嚟嘅100倍甚至1000倍。更何況身體受過嘅傷害係會累積嘅，呢啲黑心食物入面嘅毒素，萬年油入面嘅致癌物，留喺你體內，可能過咗幾年、10幾年之後先至爆發出嚟，到時真係後悔莫及。所以由今日開始，大家去買兩餸飯嘅時候，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唔好只係睇間鋪頭前面裝修得幾靚，燈光幾柔和，啲餸菜幾大兜。有時間嘅話，不妨繞個圈去佢哋嘅後巷或者廚房後門睇一睇。如果你見到一間鋪頭嘅後巷堆滿垃圾，污水橫流，而員工又在外面處理食材嘅話，無論佢幾咁平，幾咁多人排隊，都請你立刻轉身走人。我哋要用我哋嘅銀包去投票，去話俾呢啲黑心商家聽，香港人雖然中意平嘢，但係我哋絕對唔係冇底線，我哋絕對唔會接受用自己同家人嘅健康去填補你哋嘅黑心利潤。希望大家都可以食得健康，食得安心，唔好再俾呢啲地獄級嘅黑心工場傷害我哋嘅身體。真係一場大地震啊，各位！你有冇見過一間連鎖超市全場所有嘢直接打個8折？仲要係講緊成間鋪頭由頭到尾，由生肉到日用品全部8折啦！呢幾日如果你行過你屋企附近嗰間佳寶食品超級市場，你可能會以為自己去錯咗地方，或者以為自己對眼花咗。成個貨架被市民搶到乾乾淨淨，直情好似颱風襲港前夕嗰種真空狀態一樣。連一包米、一條急凍豬扒都揾唔到。但係今次唔係因為打風，亦都唔係因為佳寶要清貨結業，而係因為一場涉及400億元巨資嘅超級商戰正式喺香港打響咗。冇錯，你冇聽錯，就係國內網購龍頭京東集團，竟然豪擲成40億港元入股咗我哋平時買開餸嘅佳寶。呢個消息一出，成個香港零售業直情好似炸開咗個大鑊一樣。好多街坊呢2日去到佳寶，見到平時賣開10幾蚊嘅急凍雞翼、巴西豬大腸，全部貼晒大減價標籤，仲要有折上折，大家直情好似唔使錢咁樣一箱一箱咁搬上購物車。
現場簡直可以用戰場2個字嚟形容。阿婆阿伯同埋班師奶戰鬥力爆棚，排隊埋單嘅人龍由收銀處一直延伸到鋪頭最入面嗰個凍櫃。但係喺呢個好似嘉年華咁熱鬧嘅畫面背後，如果你行出街寶門口，望一望隔籬左右嗰啲經營咗幾十年嘅本地街市小店、蔬菜檔或者豆腐鋪，你就會見到一幅完全相反嘅淒涼景象。有鄰近嘅雜貨店老闆睇住自己間鋪頭成日都冇一隻麻雀飛入嚟，望住對面街寶人頭湧湧，真係欲哭無淚。佢哋一邊搖頭，一邊眼濕濕咁同熟客訴苦，話呢次真係生意冇得做啦，大財團咁樣用幾十億燒錢法嚟玩，我哋呢啲小商戶點樣撐得住啊？更震撼嘅消息仲喺後面，原來京東今次嘅野心絕對唔止於買起一間街坊超市咁簡單，佢哋喺灣仔核心地段嘅超級旗艦店京東網已經同步插旗，準備向全香港嘅實體零售、電器電商發起全方位嘅總攻擊。講起今次呢個動用咗40億元嘅驚天大收購，真係要由街寶嘅背景講起，等大家明白點解呢件事會對香港人嘅生活產生咁大嘅震撼。街寶食品超級市場對於我哋呢代香港人嚟講，簡直就係平民恩物、基層飯堂嘅代名詞。好多人由10幾歲讀緊書，到而家30幾、40幾歲成家立室，買餸都一定會去過街寶。佢由一間喺街市賣急凍肉嘅小檔口，慢慢發展到全香港有幾十間分店。街寶之所以能夠喺百佳、惠康2大超級市場財團嘅夾擊之下生存咗咁多年，靠嘅就係2個字：平同埋快。佢哋專門入口一啲來自世界各地嘅平價急凍食材，雖然裝修未必有其他大超市咁華麗，冷氣未必夠大，但係勝在夠貼地，係無數基層家庭、茶餐廳老闆每日揾食嘅主力戰場。但係香港近年嘅零售市道大家都知點樣啦，租金又貴，人工又升，加上網購越來越流行，即便是街寶呢種咁貼地嘅老字號，近年都面臨住好大嘅轉型壓力。點知喺呢個時候，國內電商巨頭京東突然間橫空降世。京東喺內地係一間市值成千上萬億嘅超級大企業，佢哋擁有全中國最強大嘅物流網絡同埋供應鏈。今次京東肯攞出40億元出嚟，直接入股或者合作，將街寶納入佢哋嘅版圖，呢個策略真係極之聰明而且狠辣。對京東嚟講，香港雖然地方細細，但係消費力極高，而且香港人近年對於網上買餸、即時配送嘅需求越來越大。京東如果由零開始喺香港租鋪、請人、建立街坊信譽，可能要花好多個4億甚至40億，仲未必成功。但係而家佢哋直接用大筆資金集落去街寶度，等於一夜之間喺香港擁有了幾十個位於民生區嘅實體據點，同埋幾十萬個每日去買餸嘅現成客戶。呢一招借殼登陸，真係將中國內地互聯網最流行嘅燒錢戰術原汁原味咁搬咗嚟香港。所以呢2日大家見到嘅全場8折，根本就係京東進場之後送俾香港人嘅第一份見面禮，亦都可以話係一場商戰嘅心理戰。對於普通市民嚟講，管理背後係邊個大老闆，最緊要係買嘢夠平。平時買開30幾蚊一盒嘅肥牛，而家20幾蚊就有交易。平時一袋要40幾蚊嘅泰國香米，折咗之後30幾蚊就抱得走。結果就造成咗全港各區街寶分店嘅瘋狂搶購潮。有街坊話自己朝早8點鐘落去，諗住買2塊豬扒夜晚煮飯，點知入到去，連凍櫃底層嘅冰碎都被人清走埋，成個貨架空到可以回音。市民嗰種有便宜不佔非君子嘅心態，喺呢一刻被發揮到極致。大家一車一車咁推走，收銀員對手收錢收落單到抽筋，連補貨嘅大叔都話啱啱將板車上面嘅雞翼推到出嚟，未放上架就已經被周圍圍住嘅師奶搶光咗，真係好似幾十年嚟都未見過咁恐怖嘅場面。但係當大財團同消費者喺度瘋狂狂歡嘅時候，硬生生被逼入絕路嘅就係香港最寶貴、最有人情味嘅小店經濟。喺街寶分店隔籬，通常都會有1-2間開咗好多年嘅家庭式雜貨鋪，或者係由一對50幾、60幾歲老夫妻經營嘅蔬菜鮮肉檔。
呢啲小店平時靠住同街坊街里嘅感情，加上賣啲嘢新鮮少少，人情味濃少少，每日賺取丁點兒嘅微薄利潤嚟養家糊口。今次佳寶全場打8折，對於呢啲小店嚟講，簡直就係毀滅性嘅打擊。你想想，小商戶去批發市場攞貨，人哋1箱2箱咁攞，批發價點樣都無可能低得過佳寶、京東呢種以萬箱計嘅跨國採購。而家佳寶仲要喺批發價嘅基礎上再打8折，呢個零售價甚至比小店老闆自己去攞貨嘅成本價仲要低。有一位喺深水埗經營咗30幾年雜貨店嘅陳老闆，今日同熟客講下，真係滴埋眼淚。佢話自己今年已經60幾歲，由20幾歲開始就在呢條街推車仔，後來入咗鋪，經歷過97年金融風暴，經歷過03年沙士，又捱過咗前幾年嘅疫情。每一次佢都同自己講，只要肯捱，肯辛苦，對街坊好啲，總會有一口飯食。但係今次佢真係絕望啦。佢話自從對面佳寶開始全場8折之後，佢間鋪頭成個下晝連10個客都冇。平時街坊會嚟佢度買支生抽、買包鹽，而家全部去晒對面搶購。陳老闆好無奈咁話：我哋點同大財團鬥啊？人哋有40億元喺背後燒，蝕本都蝕得起。我一日唔開工，一日就冇飯食，仲要交幾萬蚊租。咁樣落去，唔使3個月，我呢間做咗30幾年嘅老鋪就要正式結業，生意真係冇得做啦。呢番話聽落去真係令人好心酸，但亦都反映出商業世界殘酷嘅現實。不過，如果你以為京東今次落嚟香港，只係想做你屋翠附近嘅街市霸主，咁你就太小看呢間互聯網巨頭嘅格局啦。就在佳寶全場打折打到熱火朝天嘅同一時間，喺香港島最繁華、最核心嘅商業區灣仔，一棟極之高大、搶眼嘅商廈外牆上面，已經悄悄地掛上了巨大嘅紅色招牌，上面寫住4個大字：京東摩。冇錯，京東在香港嘅第一間實體超級體驗店，已經正式同步插旗落戶灣仔。呢個絕對係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嘅大動作。如果你去過內地一啲大城市，例如西安或者武漢，你可能就會知道京東摩到底係一件幾咁恐怖嘅物體。佢唔係普通嘅電器鋪，亦都唔係普通嘅百貨公司，而係一間動輒幾萬平方米，將所有最新科技、智能家電、數碼產品，甚至汽車同埋線上購物完美結合嘅超級體驗中心。今次京東將京東摩直接搬到嚟香港灣仔，戰略意圖明顯到不能再明顯。佢一邊透過入股佳寶，用40億元去牢牢抓住全香港幾百萬基層、中產市民每日食飯買餸嘅民生剛需，用最接地氣嘅方式滲透入香港人嘅家庭。另一邊廂，佢又喺灣仔建立高大上嘅京東摩，去搶奪香港嘅高端消費市場，包括智能家電、數碼科技產品。呢兩手準備，一高一低，一實一虛，直情係形成了一個無死角嘅包抄網。你可以想象一下未來嘅場景，你下晝放工去灣仔嘅京東摩睇中咗一部最新款嘅大電視或者智能雪櫃，直接用手機掃一掃碼埋單，然後你坐地鐵返到屋企附近，行入佳寶或者用手機 app， 順便買埋今晚煮飯嘅肥牛同蔬菜，而呢啲物資可能喺你返到屋企門口嘅時候，已經由京東嘅物流團隊幫你送埋上門。呢種全渠道、全天候嘅消費體驗，正係京東想要在香港建立嘅新秩序。不過，面對住呢種40億元級別嘅巨獸式入侵，香港本地嘅其他零售巨頭又點會坐以待斃呢？全香港人都知道，香港嘅超市物業長久以來都被兩大傳統本地財團壟斷。呢兩大巨頭在香港根深蒂固，擁有全港最強大嘅商鋪網絡、最成熟嘅本地供應鏈，同埋深厚嘅政治同經濟實力。過去幾十年，不論是來自台灣嘅超市，還是來自日本嘅百貨，想要在香港挑戰呢兩大巨頭嘅地位，最後多數都落得鎩羽而歸，或者只能守住一小塊市場嘅下場。但係今次唔同，今次嚟挑戰嘅係一個手握幾百億現金，在內地經歷過無數次電商血戰，擁有頂級供應鏈技術嘅京東。
有熟悉零售業嘅專家就分析，京東今次血洗佳寶、插旗灣仔，一定會引發全港零售業嘅連鎖反應。短期之內，為咗迎戰京東嘅8折攻勢，其他兩大超市集團好有可能都要被逼加入戰團，推出更多嘅優惠，甚至係跟進減價。對於我哋一班消費者嚟講，短期內絕對係一件好事，因為大家可以買到更多平嘢，生活成本好似輕咗少少。但係如果從長遠嘅宏觀角度嚟睇，呢種惡性嘅減價戰、燒錢戰，往往會導致市場嘅生態失去平衡。正如隔離街嗰啲含淚訴苦嘅小店老闆所講，大財團打架，最先死嘅一定係毫無抵抗力嘅細規模商戶。當全香港嘅民生街市、小店都被呢種瘋狂嘅低價攻勢逼到倒閉之後，成個香港嘅零售市場會唔會變成由少數幾個超級大財團徹底壟斷？到嗰個時候，定價權完全掌握喺人哋手上，今日送俾你嘅8折，日後會唔會變成加價1成，甚至2成嚟回本？呢個絕對係值得所有香港人去深思嘅問題。再者，京東摸喺灣仔嘅插旗，亦都對香港本地嘅電器連鎖店、電腦商場帶嚟咗前所未有嘅海嘯式衝擊。大家都知道，灣仔、銅鑼灣一帶向來係香港數碼產品、電子零件嘅大本營。灣仔電腦城、298電腦特區呢啲地方，承載咗好幾代香港電腦發燒友嘅集體回憶。而家一間咁巨大、商品種類咁齊全，而且背靠內地龐大生產基地同物流優勢嘅京東摸直接開喺附近，啲細間嘅數碼鋪或者傳統嘅電器連鎖店，點樣去同人哋拼庫存、拼價格、拼售後服務？好多喺電腦城開鋪，今年40幾歲嘅老牌檔主都坦言，近年來因為市民習慣網購，生意已經跌咗3-4成，而家京東實體店直接殺到嚟門口，真係唔知開埋今年仲撐唔撐得住。今次呢場由京東主導，動用40億元巨資嘅香港零售業大變局，絕對唔係一場普通嘅商業促銷活動，而係一幅正在改變香港城市面貌、經濟生態同埋市民生活習慣嘅宏大歷史畫卷。由民生區佳寶超市嘅貨架被搶購一空，到灣仔核心區京東摸嘅紅招牌高高掛起，由街坊師奶搶到便宜貨嘅歡心笑容，到隔離雜貨店老闆含淚無奈嘅悲嘆，呢一切都交織出一個新舊時代交替、充滿衝擊與殘酷競爭嘅現實香港。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一個國際大都市，向來都歡迎來自世界各地嘅資金同競爭，但係喺迎接新科技、新模式、大資本帶嚟嘅便利同便宜嘅同時，我哋又應該點樣去守護呢個城市原本擁有嘅多元化經濟，以及嗰份屬於街坊鄰里之間用金錢買唔到嘅小店人情味呢？呢場400億元級別嘅世紀大商戰先至剛剛拉開序幕，未來香港嘅零售業會變成點樣？我哋每一個人手中嘅銀包同每一張鈔票，其實都在默默咁投下決定性嘅一票。各位街坊，大家今日好嘛？唔知你哋平時去超市或者去街市雜貨鋪嘅時候，有冇發覺自己成日都會順手買幾罐罐頭擺喺屋企儲糧呢？特別係打風落雨或者收工好攰唔想煮飯嘅時候，開返罐頭，熱兩熱就當一餐，真係貪佢夠晒方便快捷。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啲擺喺廚房角落頭，睇落人畜無害嘅罐頭，隨時係一個隱形嘅健康炸彈。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呢10種罐頭，真係絕對唔好買。如果你發現自己屋企嘅櫥櫃底或者雪櫃入面有嘅話，聽我講，即刻掉咗佢，因為佢哋隨時毒過你食地溝油啊！尤其是排喺第一位嗰種，我敢同你打賭，你甚至你身邊嘅屋企人都肯定買過同埋食過。我哋話不多說，即刻入正題，由第10位開始，逐個同大家數清楚，睇下你中咗幾多個。排喺第10位嘅就係好多人打邊爐或者食公仔麵最中意加嘅五香肉丁同埋午餐肉。講到午餐肉，相信好多香港人由細食到大，煎到兩面金黃色，配多個太陽蛋，出前一丁，真係諗起都流口水。但係你有冇睇過罐頭後面個成分表？
呢類加工肉類罐頭為咗維持佢哋嗰種鮮粉紅色嘅賣相，同埋要擺得耐，通常都會加入大量嘅亞硝酸鈉。亞硝酸鈉本身就係一種好強嘅防腐劑同埋顯色劑，當佢進入咗我哋嘅胃部，同胃酸以及食物入面嘅蛋白質分解物結合之後，就會產生一種叫做亞硝胺嘅強烈致癌物質。世界衛生組織一早已經將呢啲加工肉類列為1級致癌物，即係話有明確證據顯示佢會增加患上大腸癌、胃癌嘅風險。除咗致癌之外，呢啲肉丁同午餐肉嘅鈉含量簡直高到嚇死人。普通人每日建議攝取嘅鈉質上限大概係2000毫克，但係你隨便食半罐午餐肉就已經去到1500甚至1800毫克，基本上你嗰日再食少少其他嘢就已經超標。長期咁樣食法，血管硬化、高血壓、腎臟衰竭呢啲慢性疾病就會好似慢性中毒咁，一步一步吞噬你嘅健康。所以真係唔好以為貪方便就餐餐食。排喺第9位嘅係好多女士同小朋友好中意食嘅糖水水果罐頭，例如係糖水黃桃、糖水荔枝或者菠蘿。好多人覺得食水果罐頭都算係補充到維他命啫，點都好過食薯片啦。呢個觀念真係錯到9彩。首先，水果入面最珍貴嘅維他命 C 喺罐頭高溫殺菌嘅加工過程入面，基本上已經全部被破壞晒，剩返落嚟嘅只有纖維。最致命嘅係為咗掩蓋生果擺得耐之後嗰種酸澀味，同埋保持果肉嘅爽口度，製造商會將啲生果浸喺極高濃度嘅高果糖、玉米糖漿或者白砂糖水入面。你食一板黃桃，就等於直接吞咗幾粒方糖落肚。呢啲精製糖入到身體，會令你嘅血糖好似坐過山車咁，一下子飆升，跟住胰島素大量分泌，將呢啲糖分全部轉化成脂肪，儲存在你嘅肝臟同埋肚腩。長期食呢啲糖水罐頭，唔單止會引致中央肥胖，更加係誘發2型糖尿病同脂肪肝嘅元兇。而且有好多劣質嘅水果罐頭，為咗慳成本，會用一啲已經開始變壞、發霉嘅生果，切走爛咗個部分，然後將剩下嗰啲浸入糖水度整成罐頭。你根本唔知自己吞緊啲乜嘢霉菌毒素入肚，所以見到呢類超甜嘅糖水生果，真係避之則吉。跟住落嚟排喺第8位嘅係好多家庭主婦咀隊整意飯後中意用嘅罐頭茄膏或者茄汁豆。大家都知道番茄有豐富嘅茄紅素，對身體好好，但罐頭包裝嘅番茄製品就有另一個極大嘅隱患。呢個隱患唔係嚟自食物本身，而係嚟自個包裝罐。因為番茄含有好高嘅酸性，呢啲酸性物質會嚴重腐蝕金屬罐嘅內壁。為咗防止個金屬罐生鏽，製造商會喺罐嘅內壁塗上一層保護膜，而呢層保護膜通常都含有雙酚 A， 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嘅 BPA。當高酸性嘅番茄長期同呢層內襯接觸，雙酚 A 就會大量溶解，釋放進入番茄汁入面。雙酚 A 係一種好惡劣嘅環境荷爾蒙，佢會干擾人體嘅內分泌系統，模擬雌激素嘅運作。對小朋友嚟講會導致性早熟，對成年男性嚟講會影響生育能力，令精子數量驟降。對女性嚟講則會大幅增加患上乳癌同埋子宮內膜癌嘅風險。所以如果你真係需要買番茄膏或者番茄碎咀魚，請你盡量揀玻璃樽裝或者紙盒包裝，千祈唔好買金屬罐頭裝，唔好令自己同屋企人天天都在吸食環境荷爾蒙。第7位要講嘅係好多人送足一流嘅茄汁、沙丁魚或者豆豉鯪魚呢類油炸或者用濃郁汁醬醃製嘅魚類罐頭，簡直係將本來好健康嘅魚肉變成咗毒物。先講豆豉鯪魚，鯪魚本身多骨，為咗令到連啲魚骨都變軟，可以吞落肚，製造商必須用好高溫度嘅熱油去炸酥條魚。喺呢個高溫油炸嘅過程入面，魚肉入面原本好豐富，對心血管好有益嘅奧米加3脂肪酸已經完全被破壞晒，取而代之嘅係高溫產生嘅致癌物丙烯酰胺同多環芳烴。再加上為咗追求嗰種香厚濃郁嘅味道，裡面加咗大量嘅鹽、豆豉同埋劣質植物油，一罐嘅熱量同鈉含量高到你唔敢想象。而且沙丁魚同鯪魚呢類魚類罐頭，如果喺原材料處理得唔好，或者儲存溫度唔啱嘅時候，魚肉入面嘅組胺酸會被細菌分解，產生大量嘅組胺。組胺係一種會引起嚴重食物中毒嘅物質，就算你高溫加熱都殺唔死。好多人食完茄汁沙丁魚之後會覺得皮膚發癢、面部潮紅、頭暈或者肚瀉，其實就係輕微嘅組胺中毒。為咗你嘅血管同皮膚着想，呢類油炸魚罐頭真係少食為妙。
排喺第6位嘅係罐頭濃湯，好似大家成日見到嘅忌廉蘑菇湯、忌廉雞湯或者牛尾湯。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收工返到屋企，開一罐忌廉湯，倒入煲度加碗水，煮滾就可以飲，睇落真係好溫馨、好滋潤。但係你知唔知呢啲罐頭濃湯之所以咁香濃，質地咁結實，根本唔係用真材實料慢慢熬出嚟嘅，而係靠大量嘅反式脂肪、精製澱粉、增稠劑同埋味精砌出嚟。尤其是忌廉湯，裡面含有大量嘅氫化植物油，即係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係完全冇辦法被身體代謝嘅血管塞車元兇，佢會瘋狂提高你身體入面嘅壞膽固醇，同時降低好膽固醇，令你嘅冠心病風險直線攀升。飲一罐忌廉湯，對你血管造成嘅傷害，可能大過你食2件炸雞。再加上呢啲濃湯嘅鈉含量同樣爆棚，你飲一碗其實就等於飲緊一碗加咗鹽同化合物嘅肥油，非但帶唔到任何營養俾你，反而增加咗心臟同腎臟嘅極大負擔，真係名副其實嘅垃圾食物。來到第5位，呢個可能好多人都估唔到，就係罐頭蘑菇或者罐頭粟米筍。好多減肥嘅朋友或者素食者覺得自己要食得健康啲，平時去買又懶得洗、懶得切，就會去買呢啲一罐罐開便即食嘅蘑菇或者蔬菜罐頭，放入沙律或者炒燉。但你又有冇諗過，點解呢啲蘑菇擺喺罐頭入面浸咗幾個月，甚至1-2年，都仲可以保持到咁雪白、質地咁彈牙？正常嘅蘑菇切開之後，幾分鐘就會氧化變黑。而罐頭蘑菇可以維持咁靚嘅賣相，秘密就係喺加工過程入面用咗大量嘅亞硫酸鹽或者漂白劑去進行處理。呢啲化學添加劑雖然可以保持賣相，但對腸胃道同呼吸系統有極大嘅刺激性。特別係如果你本身有哮喘或者皮膚容易敏感嘅人，食咗呢啲帶有殘留亞硫酸鹽嘅罐頭蘑菇，隨時會引發嚴重嘅哮喘發作或者急性蕁麻疹。而且呢啲蔬菜長期浸喺鈉鹽水入面，水溶性嘅維他命 B 同維他命 C 早就流失殆盡。你食落肚嘅不過係一堆俾化學劑漂白過、帶有大量鈉質嘅植物纖維，完全係得不償失。排喺第4位嘅係罐頭加工滷肉或者東坡肉。呢類罐頭多數係一啲好肥膩嘅肉類，經過高糖、高鹽、高油嘅調味之後密封而成。為咗要達到那種入口即化嘅口感，裡面所含有嘅飽和脂肪酸比例高到令人發指。更恐怖嘅係，肉類罐頭喺進行超高溫商業殺菌嘅時候，如果溫度同壓力控制得有少少偏差，肉類蛋白質喺高溫下就會發生熱解反應，產生雜環胺同多環芳烴等極強嘅致癌物質。而且因為呢啲肉類油脂成分極高，油脂喺長期存放嘅過程入面會發生一種叫脂質過氧化嘅反應，產生大量自由基。呢啲自由基會攻擊你身體嘅正常細胞，加速你全身上下所有器官嘅老化，誘發各種慢性炎症。食一罐呢啲肥膩嘅加工肉罐頭，帶俾你身體嘅代謝壓力，比食幾件肥豬肉仲要大得多。進入到前3位，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因為越排得前，對身體嘅危害就越直接、越隱蔽。排喺第3位嘅係罐頭吞拿魚，尤其是油浸吞拿魚。好多減肥或者健身嘅朋友都中意用吞拿魚罐頭嚟做沙律或者夾三文治，覺得佢高蛋白質、低脂肪。但係吞拿魚作為海洋食物鏈頂端嘅大型肉食性魚類，它們體內累積嘅重金屬汞，即係我哋俗稱嘅水銀，含量係非常之高。當呢啲吞拿魚被整成罐頭，你長期定時定候咁食，水銀就會喺你體內慢慢累積，完全排不走。水銀對人類嘅中樞神經系統會造成不可逆轉嘅破壞，會引致記憶力衰退、手震、注意力不集中，嚴重嘅甚至會損害智力。尤其是對孕婦同發育中嘅小朋友，水銀會直接影響胎兒同兒童嘅腦部神經發育。再加上油浸吞拿魚，裡面用嘅通常都係一啲非常廉價、含有高 Omega-6 脂肪酸嘅大豆油或者調和油。這種油食得太多，會令到身體處於一個慢性發炎嘅狀態。所以如果你真係想食吞拿魚，一個星期絕對唔好食多過1罐，而且一定要揀水浸嘅，唔好揀油浸。嚟到第2位，呢個更加係危險中嘅危險，就係已經出現凹陷、
生鏽或者膨脹嘅任何罐頭。好多時我哋行超市會見到一啲減價貨品、清貨特賣，可能因為運輸途中撞凹咗少少，或者存放喺倉入面太耐，搞到個罐有啲生鏽。原價幾十蚊嘅罐頭，而家特價幾蚊一罐。好多老人家或者節儉嘅街坊就會覺得好抵買幾罐返屋企，留返慢慢食。我喺度非常嚴肅咁話俾大家聽，呢啲罐頭就算送俾你都千萬唔好要。因為罐頭一旦撞凹或者生鏽，它內壁嗰層本來保護緊食物嘅防腐塗層就已經破裂受損。一旦塗層破裂，罐頭內壁嘅鐵、鋁等金屬元素就會直接同裡面嘅食物產生化學反應，大量釋放重金屬。當你食咗呢啲被重金屬污染嘅食物，會直接損害你嘅肝臟同腎臟功能，引致重金屬中毒。更可怕嘅係，如果個罐頭出現咗微微嘅膨脹，即係廣東話俗稱嘅鼓罐，即代表裡面已經徹底被肉毒桿菌污染，細菌喺裡面大量繁殖並且產生氣體。肉毒桿菌所分泌嘅肉毒桿菌毒素係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強烈嘅劇毒物質之一，只需要微量就可以破壞你嘅神經系統，引致肌肉麻痹、呼吸衰竭，甚至死亡。所以見到凹罐、鏽罐、腫罐，千祈唔好貪平，即刻當垃圾掉咗佢。終於嚟到萬眾期待嘅第一位，呢一種罐頭，我敢話全香港99%嘅人都肯定買過、食過，甚至好多人到呢一刻都仲擺咗幾罐喺屋企嘅儲物櫃度。佢就係罐頭粟米羹或者罐頭整粒粟米。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好驚訝，粟米唔係好健康嘅天然蔬菜咩？點解會排喺第一位，仲毒過地溝油啊？聽我慢慢同你解構。首先，罐頭粟米為咗維持那種鮮甜爽脆嘅口感，喺製作過程入面加咗超乎你想象嘅高果糖糖漿同埋化學保鮮劑。更深一層嘅黑幕係全球絕大部分用嚟製作廉價罐頭嘅粟米，為咗追求產量同埋對抗病蟲害，有極高比例係採用咗基因改造粟米。基因改造粟米本身嘅安全性喺醫學界一直都有非常大嘅爭議，而最令人擔憂嘅係種植呢啲基因改造粟米時，會大量噴灑一種叫草甘臠嘅強力除草劑。呢啲除草劑成分會滲透入粟米粒入面，就算經過罐頭嘅高溫加工都無法消除。草甘臠一早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列為極可能對人類致癌嘅物質，長期微量攝入會破壞我們嘅腸道微生態，殺死腸道入面嘅益生菌，令到腸壁穿透，引發慢性食物過敏、自體免疫系統疾病，甚至會大大增加患上淋巴瘤同白血病嘅風險。另外，有好多無良廠商為咗進一步降低成本，會回收一啲存放期過長，甚至已經開始發霉、產生咗黃曲霉毒素嘅粟米原料來加工。黃曲霉毒素係一種毒性比砒霜仲要高出60幾倍嘅極強致癌物，只需要1毫克就可以直接誘發肝癌。當呢啲發霉粟米被加入大量糖水、香精、色素，整成黃澄澄、香噴噴嘅粟米羹罐頭之後，你用肉眼同條脷根本就分辨唔出。你以為自己煮緊一碗好溫馨嘅粟米肉粒飯或者粟米羹俾小朋友食，其實係親手餵緊一啲含有重金屬、高糖、農藥殘留甚至霉菌毒素嘅毒物俾自己最心愛嘅屋企人。睇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好心驚膽戰呢？原來我哋平日為咗貪方便、貪平買翻嚟嘅罐頭，背後隱藏咗咁多鮮為人知嘅健康危機，由亞硝酸鈉、雙酚 A、反式脂肪到環境荷爾蒙、肉毒桿菌，甚至是農藥殘留同黃曲霉毒素，呢啲物質每一種對身體嘅傷害都係日積月累，不容忽視。我哋生活喺呢個節奏急速嘅社會，追求方便係可以理解嘅，但係千祈唔好用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作為代價。其實要食得健康，真係冇想象中咁難。平時放假嘅時候，去街市買多幾斤新鮮嘅番茄，買條新鮮嘅魚，買幾隻新鮮嘅生果。雖然要花少少時間去洗、去煮，但起碼你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同屋企人吞落肚嘅係真正嘅食物，而唔係一堆化學添加劑同防腐劑。健康係一筆長遠嘅投資，你今日對自己嘅身體好少少，你將來就少受好多病痛嘅折磨。聽完今日分享嘅呢10種絕對唔好買嘅罐頭，希望大家即刻去檢查一下自己屋企個廚房，如果有嘅話，為咗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真係唔好覺得肉赤，即刻掉咗佢，換返一啲新鮮天然嘅食材。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令大家食得更加安心、更加健康。我哋下一次再見。
大家去酒樓飲茶食飯，見到本精美嘅菜牌，係咪成日都覺得花多眼亂，樣樣都好似好惹味，好想試下呢？不過我同你講，行內人其實心知肚明，而家好多酒樓為咗慳成本慳時間，廚房根本就冇咁多個師傅喺度慢慢幫你煎炒煮炸。如果你入到去唔小心點咗我今日要同你講嘅呢9款意，咁你真係貼錢買難受啦。因為呢幾款意基本上全部都係預製草，即係一早喺工廠包裝好，擺咗唔知幾耐嘅冷凍料理包。嚟到酒樓之後，廚房佬只係需要剪開個包裝袋，倒出嚟微波爐叮一叮，或者擺落鑊度加熱2-3分鐘就上碟。最慘嘅係咩啊？呢啲預製菜成本低到你唔信，但係寫落張菜牌度就收你高一高個價錢，仲要又鹹又多，化學添加劑又唔好食。當你滿心期待以為食緊名廚手藝嘅時候，其實啲侍應喺背後睇住你食得津津有味，心入面都偷笑緊。當你係水魚，當你係傻仔咁炸。所以今日我就要一字一句同大家拆解呢9個最容易踩中嘅酒樓預製菜陷阱。下次同屋企人去食飯，記得眼亮啲，千祈唔好再中招啦。首先第一款大家絕對要提防嘅，就係好多人去酒樓食飯都好中意叫嚟送酒或者做開胃前菜嘅滷水拼盤，特別係好似滷水金錢肚、滷水豆腐或者滷水鵝掌翼呢類。你以為酒樓每日都有個大滷水缸，用咗幾十年老滷水汁慢慢幫你燜到入味，咁你就真係太天真啦。而家好多酒樓嘅滷水拼盤全部都係一包包喺內地食品廠包裝好嘅冷凍預製菜，佢哋只要將包嘢放入熱水度浸反熱，然後成包剪開倒出嚟，求其切幾件擺個靚盤，淋少少豉油就端上台。你食落去會發覺啲肉質死實實，完全冇彈性，而且陣滷水味假到暈，淨係得個鹹字同埋好重嘅五香粉味，完全冇咗鮮肉應該有嘅鮮甜，連嚿豆腐都係乾爭爭嘅。你想想，酒樓一份滷水拼盤收你成100幾200蚊，但佢哋批發一整包返嚟，可能只係需要港幣10零20蚊。呢啲錢真係好賺到笑。你食完返到屋企仲要狂飲水，因為入面落咗太多防腐劑同味精。第二款千萬唔好叫嘅就係好多老人家或者小朋友最中意嘅蜜汁叉燒，或者叫黑椒燒汁牛仔骨。你可能會話叉燒都係預製菜，酒樓唔係有燒味檔咩？冇錯，以前大部分酒樓都真係有自己嘅明爐燒味，每日新鮮出爐。但係而家為咗慳翻個燒味師傅嘅人工，同埋應付消防條例，好多中小型酒樓都已經取消咗個燒味爐。你食到嘅叉燒，好多時都係工廠一早用化學醃料醃好，燒熟咗，再急凍運到酒樓嘅預製肉。廚房佬收到單之後，就喺冰箱攞2條出嚟，擺入微波爐叮熱，或者用個煎鑊略略拉一拉油，表面上淋啲好結嘅糖膠或者黑椒汁，就扮晒新鮮出爐。你用條脷試下就知，新鮮燒出嚟嘅叉燒係外脆內軟，有油脂香嘅。但係呢啲預製叉燒食落去好似橡皮糖咁，韌到根本咬唔開，個蜜汁又甜得好怪異，完全冇咗嗰種炭火或者明爐嘅香氣，仲收你10幾9幾蚊一碟，真係當啲食客係傻佬。跟住落嚟第3款要特別小心嘅，就係喺酒樓宴席或者散叫都好普遍嘅西蘭花炒蝦仁，或者碧綠炒雙脆呢類海鮮小炒。你以為你食緊嘅係大廚用猛火夠晒鑊氣炒出嚟嘅新鮮海鮮，其實呢啲蝦仁或者魷魚全部都係工廠一早用梳打水、化學藥水浸泡過嘅急凍預製食材。呢啲蝦仁望落去個個都晶瑩剔透，大隻到不得了，但係一放落口完全係冇蝦味嘅，淨係得一種好假好死板嘅爽脆口感。更離譜嘅係，連隔離做配菜嘅西蘭花好多時都係工廠切好、出晒水、急凍送過嚟嘅預製蔬菜包。廚房佬炒呢道考，基本上唔使1分鐘，將包蝦仁同西蘭花倒落鑊，落2斤現成嘅芡汁，兜2下就上碟，成道程完全冇鑊氣可言。你喺屋企用急凍蝦仁煮都好殺過去，但在酒樓就要收你成個昂貴嘅散叫小炒價錢，真係完全唔值。第4款要講嘅就係好多人冬天食飯必點嘅秘製羊腩煲或者豬手煲，呢類需要長時間燜煮嘅菜式，正正就係預製菜嘅重災區。你想想，燜一個羊腩煲或者南乳豬手，由斬件、飛水、爆香到慢慢燜隻咬身，起碼要用2-3個鐘頭。酒樓點會有咁多時間同煤氣同你慢慢熬？所以佢哋基本上都係買一箱箱、一袋袋嘅冷凍羊腩包。呢啲預製包喺冷凍庫放咗3-5個月，甚至半年都唔奇。
廚房收到單之後，直接成個鋁箔袋擺落滾水度整熱佢，然後倒落個砂煲度，下面加幾塊生菜或者擺個手提波仔爐，望落去熱辣辣，好似好足料咁。但你細心一食就會發現，啲羊腩根本冇乜肉，全部都係碎骨同埋肥膏，個湯底鹹到好似打死個鹽粉師傅咁，而且陣揚燉味係用超重手嘅香料強行遮蓋住嘅。最慘嘅係，你食完之後成晚都會口乾到瞓唔着，因為入面嘅化學調味劑真係多到你想象唔到。而呢個咁樣嘅袋裝羊腩煲，分分鐘收你成200-300蚊，直情係暴利。第5款，相信好多人都中意叫，特別係同屋企人聚餐嘅時候，總覺得要有一道得體啲嘅魚類菜式，於是就會點清蒸石斑或者古法蒸深海魚。你以為酒樓魚缸入面游下嗰啲先叫鮮魚？如果點呢啲清蒸海鮮，而酒樓收你一個好平嘅套餐價，例如100幾蚊就有一條魚、一隻雞嘅話，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啦。呢啲魚好大機會唔係新鮮撈上嚟嚟嘅，而係所謂嘅一嘢乾或者急凍開邊預製魚。呢啲魚一早喺海鮮加工廠被宰好，去埋內臟，用鹽水或者防腐劑做過處理，再真空急凍。酒樓廚房只要將條冰凍嘅魚擺上碟，放入萬能蒸櫃蒸幾分鐘，然後淋上熟油同埋一早調好嘅包裝蒸魚豉油，面頭撒少少蔥絲，咁就大功告成。你食落去會發現條魚嘅魚肉係一塊塊死實實嘅，完全冇活魚蒸出嚟嗰種滑溜同埋一絲絲嘅層次感，而且魚味好淡，甚至有陣雪味或者藥水味。侍應收你錢嘅時候完全唔會手軟，但其實你食緊嘅只係一條解凍咗嘅鹹魚仔咁上下嘅質素。跟住第6款就係好多女士或者小朋友好中意嘅芝士伊麵焗大蝦或者蒜蓉粉絲蒸扇貝。呢類海鮮菜式聽落去好似好高檔，但其實內裏大有乾坤。先講嗰個芝士伊麵，好多酒樓用嘅芝士汁根本就唔係用芝士、鮮奶同牛油慢慢煮出嚟嘅，而係用大桶嘅現成預製芝士粉加水同埋生粉水勾芡攪勻而成嘅化學濃汁。至於斑大蝦或者扇貝，10之8九都係急凍咗好耐嘅平價貨色，特別係粉絲蒸扇貝，好多時個殼同舊扇貝肉根本就唔係一體嘅。工廠會將一袋袋回收返嚟嘅洗乾淨扇貝殼，放一撮急凍粉絲，再喺上面擺一粒唔知放咗幾耐嘅急凍扇貝肉，最後淋上預製嘅蒜蓉醬，成個拼裝好晒，包裝成預製菜賣俾酒樓。酒樓廚房只需成盤拿去蒸幾分鐘，你食落去，嚿肉同個殼輕輕一碰就分開，嚿肉韌到好似擦膠咁，蒜蓉味又帶得好唔自然，成碟餈基本上就係食緊調味劑同埋化學粉末，偏偏價錢就賣到好貴。第7款我要提大家注意嘅，就係好多人去酒樓飲茶或者食夜市都好中意點嘅點心類菜式，特別係豉汁蒸排骨或者蒜香蒸鳳爪。你可能覺得點心呢啲嘢咁細件，酒樓大把點心師傅，每日新鮮包、新鮮葉啦。以前或者係，但而家如果你唔係去啲米芝蓮星級名店，普通街坊酒樓9成9嘅蒸排骨同鳳爪，全部都係由中央工廠統一生產嘅預製點心。呢啲排骨點解會咁白咁滑？因為工廠喺醃製嘅時候落咗大量嘅嫩肉粉、保水劑同埋漂白劑，佢哋一箱箱咁運到酒樓，全部都係一格格用膠兜裝好嘅急凍貨。點心部嘅員工其實唔需要識得做點心，佢哋嘅工作只係需要將呢啲膠兜擺入大蒸籠，開大個蒸汽，定好時間，夠鐘就攞出嚟。你食落去會覺得啲排骨肉質滑到好唔自然，完全冇咗豬肉原本嘅纖維同鮮味，而隻鳳爪就軟到爛溶溶咁，一陣死甜死鹹嘅味道。用預製菜去取代傳統手藝，成本降到最低，但賣俾你嘅價錢就年年都加，真係好諷刺。第8款要叫大家少食為妙嘅，就係喺酒樓好常出現嘅湯羹類，例如海皇豆腐羹、西湖牛肉羹或者所謂嘅爆參翅肚羹。好多人覺得食飯一定要飲啖湯，飲碗羹先至叫圓滿。但係呢啲酒樓嘅湯羹可以話係化學科技嘅結晶品。以前大廚要熬一個上湯，起碼要用金華、火腿、老雞、瘦肉熬足8個鐘頭以上。而家廚房佬只需要一罐預製嘅濃湯寶或者一包高湯粉，倒落滾水度攪兩攪，個湯底即刻變得又濃又香。然後入面所謂嘅海皇或者牛肉，
其實就係一啲急凍嘅海鮮碎或者肉碎預製包。最後佢哋會落大量嘅生粉或者馬蹄粉，將碗羹勾到結一結，等你看落去覺得好足料、好濃稠，你飲落去第一口覺得好鮮甜，但其實全部都係谷氨酸鈉，即係味精同埋增鮮劑嘅化學味道。呢啲湯羹基本上冇乜營養價值，仲會令你吸收過量嘅鈉同澱粉質。最緊要係成本極低，酒樓一鍋收你成100幾200蚊，真係暴利中嘅暴利。最後第9款，亦都係好多人覺得好惹味、好有鑊氣嘅酸甜生炒排骨，或者叫京都肉排。呢度有一向都係考大廚功力嘅指標，要做到外脆內嫩，甜酸度啱啱好。但好遺憾，同你講，而家普通酒樓食到嘅絕大部分都係預製咕嚕肉，食品廠一早將啲豬肉切好，打晒針，等佢變大，裹上粉，炸好，然後真空急凍。酒樓廚房收到單，連油鑊都攔得開，直接將啲預製肉擺入氣炸鍋或者微波爐整熱，然後倒落個鑊度，落一隻現成配好嘅酸甜醬汁，求其兜兩下，擺幾塊青椒菠蘿就上碟。你食落去會發覺嚿肉層粉厚到好似食緊麵粉咁，入面嚿肉細到根本反唔到，而且個醬汁好刺鼻，淨係得陣化學醋嘅酸味，完全冇咗新鮮山楂或者番茄煮出嚟嗰種自然嘅酸甜層次。你想想，一盤咁樣嘅化學合成肉，收你接近100元甚至更高，侍應睇住你食得咁開心，心入面真係會當你係傻仔。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好無奈，點解而家去酒樓食餐飯會變成好似喺度食緊化學工廠嘅產品咁呢？其實呢個係成個飲食業發展嘅趨勢，因為香港而家租金貴、人工高，加上願意入廚房由低做起，忍受廚房又熱又辛苦嘅後生仔越來越少。酒樓為咗生存，為咗維持到個出菜速度，唯有依賴呢啲預製菜。用預製菜唔係罪，但問題係酒樓用咗預製菜去減低成本，但佢哋完全冇將呢個利益回饋俾消費者，反而將價錢越抬越高，用緊手作名牌嘅價錢賣緊工廠流水線嘅產品，呢點先至係最令我哋呢班消費者氣憤嘅地方。而且長期食呢啲高鹽、高糖、充滿防腐劑同化學添加劑嘅預製菜，對我哋嘅身體健康真係好大負擔。咁大家下次去酒樓，點樣先可以避開呢啲預製菜嘅陷阱呢？呢度教大家幾個心法。首先，生叫嘅時候，盡量點一些工廠好難做成預製菜嘅菜式。例如一絲需要新鮮菜葉配搭嘅時菜小炒，好似蒜蓉、炒菜心、椒絲腐乳炒通菜。因為新鮮綠葉蔬菜好難做成，預製包之後仲保持到個賣相。工廠如果急凍綠葉菜出嚟，一定係爛溶溶嘅，所以呢類菜式酒樓一定要用新鮮菜，即叫即炒。另外，海鮮方面唔好貪便宜點那些死海鮮或者拼裝海鮮。如果你真係想食魚，就親自走到去酒樓個海鮮缸前面，指明要邊一條游緊水嘅生猛游水魚，睇住侍應撈上嚟，稱好重量。呢類現撈現嚟嘅海鮮，廚房就絕對冇辦法用預製菜去頂替，因為新鮮活魚同急凍魚嘅口感真係天差地別，一食就穿煲。廚房佬唔敢冒呢個風險。仲有，盡量避免點那些調味極度濃郁、重鹹、重辣或者汁液極度濃稠嘅菜式，因為濃郁嘅調味往往就係工廠用嚟掩蓋食材唔新鮮或者雪藏咗好耐嘅最佳手段。相反，如果點一些比較清淡、注重食材本味嘅菜式，好似白灼生蝦或者勝瓜雲耳炒肉片呢類許，如果食材唔新鮮，你一啖就食得出。所以酒樓往往要用返比較正常嘅新鮮材料去煮。另外，如果大家見到某啲酒樓推出啲平到好唔合理嘅晚市套餐，例如99元有齊3餡1湯，或者100多元有一條原條石斑加半隻燒雞，你就要有心理準備。呢個價錢係今時今日嘅香港，如果用新鮮食材做，酒樓基本上係做一單蝕一單。佢哋之所以做到呢個價錢，正正就係因為成個套餐由湯到場，全部都係成本極低嘅預製菜料理包。你以為自己執到寶，其實係幫緊酒樓清緊冷庫入面嘅過期庫存。生活喺香港呢個節奏咁快嘅城市，去酒樓同屋企人聚下一餐，食餐好嘅，本來係一件好高興、好窩心嘅事。我今日同大家講咁多呢啲行內嘅秘密，唔係想令到大家以後唔敢去酒樓食飯，而係希望大家可以做個聰明、精明嘅消費者。
當你手持本菜牌嘅時候，能夠睇穿呢啲商業陷阱，用最合理嘅價錢食到真正有質素、對得住自己個胃，同埋對得住自己辛苦賺翻嚟嘅血汗錢嘅真正美食。下次再去飲茶食飯，記得提埋身邊嘅長輩同朋友，認清呢9款契，避開預製菜，唔好再俾人當係水魚啦。大家有冇試過收工攰到隻狗咁，諗住喺屋企附近求其揾間茶餐廳食碟炒粉麵，點知一坐低，睇到個餐牌已經嚇咗一跳，到碟嘢上台嗰陣，你直情懷疑自己係咪去咗咩新派藝術展覽？前排我同班朋友去咗深水埗一間望落去普通到不得了嘅茶記，叫咗碟蒜蓉炒菜心，盛惠20蚊。當個伙計放低碟菜嗰陣，我同我粒字朋友真係定咗喺度，我哋逐條數，1、2、3、4、5、6，冇錯，真係得6條菜心。呢個唔係咩都市傳說，而係每日實實在在喺香港發生緊嘅荒謬事。20蚊得6條菜心，平均一條要成3蚊幾，接近4蚊。如果你話呢啲係有機溫室種植，由外國空運過嚟，聽住古典音樂長大嘅貴族菜，咁我都認啦。但佢偏偏就係最普通，喺條街市菜檔買10蚊有大把嗰種。呢種直情係將啲客當做水魚嚟劏嘅做法。其實正正就係點解依家越來越多香港人一到禮拜6日，就寧願山長水域都要逼埋去羅湖、落馬洲北上消費嘅真正原因。好多時啲人成日怪香港人唔支持本地經濟，又話咩無本地情懷，但老實講，情懷呢4個字真係唔可以當飯食，更加唔可以攞嚟填補我哋被當做水魚嗰種心靈創傷。我哋成日聽見啲飲食界老前輩或者老細出嚟訴苦，話依家生意幾難做，租金幾貴，人工幾高，好似全香港人都憎咗佢哋咁。但佢哋從來唔會認真去睇睇，自己拿張餐牌出嚟，到底俾緊啲咩質素嘅嘢食人。呢種20蚊6條菜嘅現象，背後揭開嘅唔單止係香港餐飲業嘅劣食文化，更加係一個專登針對面皮薄、唔敢反抗嘅香港人而設嘅消費陷阱。我哋香港人好多時都有個通病，就係講面子，特別係喺一啲公眾場所或者食肆入面，就算遇到啲好唔合理嘅事，只要金額唔係話大到天文數字，好多人都會選擇忍氣吞聲，心諗算啦，費事搞大件事，費事俾人覺得自己小家計較。啲無良商家就係睇準咗大家呢種面皮薄、怕尷尬嘅心態，於是就越嚟越放肆，越嚟越過分。你試下諗下，如果你喺一間茶餐廳見到碟菜嚟到得6條，你真係會拍台大叫經理過嚟投訴，定係好似大多數人咁，只係同身邊嘅朋友細聲抱怨2句，然後一邊搖頭，一邊無奈咁食埋佢，最後默默走去收銀處俾錢？我相信超過90%嘅人都係屬於後面嗰種。正因為我哋嘅善良同包容，甚至乎可以話係懦弱，變相縱容咗呢班劣食店鋪。佢哋知道你唔會投訴，知道你面皮薄，所以咪夠膽死將啲成本減到最低，將啲份量縮到最少，將個價錢抬到最高。以前我哋講緊香港係美食天堂，周街都係臥虎藏龍嘅地道小食，幾十蚊就可以食到一碗熱辣辣、足料到爆嘅雲吞麵或者牛腩河。但依家呢，行入去啲商場連鎖鋪或者所謂嘅新派茶餐廳，喐下就70-80蚊一個餐，嚟到嘅嘢食唔單止凍冰冰，份量少到好似餵貓咁，味道仲要衰過自己喺屋企煮公仔麵。呢種劣食趕客嘅真相，